看高雄的前方国民主体已经40多栋了，因为真旧，西边有一栋大楼，嘛已经有2届哦，外墙的阿门头放落来，加载是无伤到人。管委会各界住户在协调讲，看安怎赔偿。现场是先有封锁线，禁止民众出入。抬头看，大楼顶悬冷气水泥做减一地，涂骹阁有一挂红门头的砖仔，实在是真危险。这栋大楼伫今年7月因为风台，6楼的冷气红门头座向放落来。其实3年前社区6楼冷气红门头座嘛发生同款的代志，这道已经是第2摆。原本是住户爱赔本，因为关系到公共安全，由管委会主动处理。我们的公共基金是冻结的。那冻结的话，那回归到就是说，既然公共基金不能用的话，那是不是就等于是照《公寓大厦管理条例》第10条，就是由各个区分所有权去平均分摊之？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是最后就是退回到这一步，这样子，就是区权去平均分摊之这样子。主委表示，这栋国体大楼在民国71年建造，已经40几栋，才会造成外墙红门头放落。住伫这20几栋的居民表示，这款代志拢会发生，不管是灰仔砖落来，也是漏水等等，加减拢会烦恼是不是撼到居民，也是长辈。一定会啊，因为平常这边蛮多老人在走动什么的，因为有时候楼上可能有一些，因为他们花盆都放在外面，还有像那些小的东西可能都会掉下来。因为金峰西社区管理委员会公基金不足，管委会会先伫落来的所在来留封锁线，来限制出入。管委会后续阁会甲42号住户来沟通，看要安怎处理。管委局表示，依法大楼住户甲管委会爱负责维护外墙，伊嘛已经发文予各大楼管委会，爱提醒住户来加强注意外墙的状况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